大家好，我係陳碧珊老師。我要介紹嘅書係酸酸甜甜的生物科學糖果。從書名我哋就知道呢本書嘅主題係同生物有關嘅。我哋一齊嚟睇一睇呢本書嘅目錄。佢有3個大嘅類別，分別係地球人、動物同埋植物。每一個類別佢都揀咗10個關鍵嘅詞語嚟探討。你有冇睇到一啲你有興趣嘅主題呢？呢本書佢將一啲概念深入淺出，簡單咁解釋，而且插圖好精美。我哋一齊嚟睇一睇啦。喺人體篇裏邊，佢其中一個篇章解釋咗屁係點樣產生嘅。而家俾4個選擇你又覺得屁係點樣產生嘅呢？選擇1，因為心情好；選擇2，因為腸胃喺度消化；選擇3，因為屁屁喺度喊；選擇4，係惡作劇。你嘅答案係乜嘢啊？你咁聰明，你一定答啱咗啦！答案係第2，腸胃喺度消化。屁屁話：我係喺消化食物嘅時候所產生嘅氣體，吃東西時吞下嘅空氣混合後一起排出體外。你話我醜？咁就要睇下你食落肚嘅係乜嘢嚟啦。有人話唔食咪就唔會放屁咯？呢個係冇可能㗎。人係要進食先至能夠生存，因為食物中含有人體所需要嘅營養。咁一齊嚟睇下我係點樣製造㗎啦。第一個步驟，口水同埋牙齒聯合攻擊，先將食物浸濕，再咬成一塊一塊。第二個步驟，到達胃部之後，以消化液同埋胃酸成功溶解食物。步驟3，喺小腸裏邊，絨毛自動將養分全部吸晒。步驟4，養分儲存喺肝臟，剩低嘅養分就會流入血液裏邊。步驟5，到達大腸，水分吸收完之後，開始細菌攻擊，分解殘渣，吸收剩餘嘅養分，於是屁屁就產生啦。而家我哋一齊嚟睇下身體嘅另外一個器官——大腦。你知唔知點解大腦係我哋身體嘅隊長呢？第一個選擇，因為大腦好聰明；第二個選擇，因為大腦嘅年紀好大；第三個選擇，因為大腦嘅力氣好大；第4個選擇，因為大腦好惡又好可怕。你會揀邊個呢？答案當然係1，我好聰明啦，我有思考能力同埋判斷能力，所以當身體有任何嘅問題都會嚟揾我。我就嚟展現一下我超凡嘅解決能力俾你睇下啦。哇！呢杯水好熱啊！當大腦接收嘴巴傳嚟嘅信息，大腦就會先思考，再落判斷。將啲熱水變凍，加啲冰水咪得咯。跟住我就對眼睛落指令，眼睛快啲去搵啲冰水，再叫身體去執行我嘅命令，倒啲冰水嚟。咕咕咕咕，溫度啱啱好。睇到未？我就係咁樣有系統咁樣工作㗎啦。我嘅工作內容千變萬化，人嘅大腦比其他動物嚟得大，所以能夠發揮驚人嘅能力。我會思考，會想像，亦都會創造出新嘅辦法。大腦工作咁多，咁佢哋幾時會瞓覺休息嘅呢？俾2個選擇你：1，淨係瞓個晏覺；2，我從嚟都唔休息㗎。答案係2，我從嚟都唔休息。你係咪覺得好驚訝呢？
有好多好重要嘅工作，我必須要趁人瞓覺嗰時先至能夠進行㗎。例如舒緩白天堆積嘅疲勞，恢復身體嘅傷口，以及令到身體長高。仲有要處理白天所接觸嘅所有嘅資訊。喺瞓覺嘅時候，我會讓人做夢，丟掉唔好嘅情緒。所以要想健康咁樣生活，就必須要有充足嘅睡眠。喺動物篇裏邊有一個篇章係講解蛋嘅。蛋係鳥類、魚類嘅後代。咁你知唔知邊一種動物嘅蛋係最大嘅呢？考下你，選擇1，大眼鏡嘅皮蛋；選擇2，青蛙蛋；選擇3，鴕鳥蛋；選擇4，2個傻瓜蛋。答案係3，鴕鳥蛋。鴕鳥蛋嘅大細係雞蛋嘅20倍。母鴕鳥會挖一個凹洞，一次落4至到8個蛋。萬一想偷蛋嘅天敵出現，就會好用力咁將佢哋踢走，踢嘅力量大到連獅子都會嚇跑。呢本書仲講咗其他嘅動物係點樣保護蛋嘅。喺書本植物篇裏邊有一個篇章係講樹木嘅，佢用一個例子銀杏樹嚟到去解釋。我係比草活得更長久嘅銀杏樹，我可以活幾耐呢？選擇1，比草多活1日啦。選擇2，抽籤嚟到決定壽命啦。選擇3，直到葉子全部都甩晒為止啦。選擇4，1000年以上㗎，你會點樣去揀呢？答案係4，1000年以上。今日係我1000歲嘅生日，大家一齊嚟分享我嘅一生啦。喺好耐好耐以前，某一個溫暖嘅春天，我發芽啦。到咗15歲，我終於都開花啦。我好勤勞咁樣吸收陽光之後，製造果實。一到咗清爽嘅秋天，我就為即將到來嘅冬天做準備。於是葉綠素全部都消失啦，葉子轉為黃色。寒冷嘅冬天乜嘢都唔想做，不過為咗第2年，我要好好咁樣照顧冬芽。春天到啦，我吸收咗好多陽光，長肉亦都長高。歲月如梭，終於嚟到我1000歲嘅生日啦！而家有一個問題問下同學，有咩辦法能夠準確咁樣知道樹嘅年紀呢？答案1，數樹葉；答案2，問隔離棵樹；答案3，數年輪。你會點樣揀呢？答案係3，數年輪。我哋嚟到將樹幹橫向咁樣剖開睇睇，會見到一圈一圈咁嘅圓狀線，呢啲就係年輪嚟㗎喇。從中間開始，每一年長一個圈，就好似咁樣計算每年所產生嘅年輪嘅圈數，就能夠正確咁樣知道樹齡。年輪係只有樹先至有，草係冇㗎，因為草嘅壽命只有1-2年，冇足夠嘅時間形成年輪。各位同學，我哋嘅好書推介就到呢度結束啦，下次再見，拜拜。聽完陳老師嘅介紹，同學仔係咪好想擁有呢本圖書呢？快啲掃描一下熒光幕上面嘅2維碼，或者撳一撳影片下方嘅連結，回答3條簡單嘅問題，你就有機會獲得呢本圖書同埋同校長、老師嘅一張即影即有嘅合照㗎啦！截止日期係3月31號下晝4點鐘。下次見，拜拜。